巨型泡泡的麻煩。從前有一個叫艾瑪的小女孩，她特別喜歡吹泡泡。一天，她在公園裏發現了一瓶神奇的泡泡水，瓶子上寫着超級泡泡，小心吹。艾瑪興奮地想，這看起來好好玩，於是她決定試一試。她把泡泡棒浸到泡泡水裏，然後用盡全力吹了一口氣。突然，一個巨大的泡泡開始慢慢變大，越變越大，越來越大，泡泡大得把艾瑪都帶離了地面。哇！救命啊！艾瑪喊道，泡泡把她帶到空中飄了起來。她從高處能看到整個公園、遊樂場，甚至她自己的房子。就在她越飄越高的時候，一群鳥兒飛過來，驚訝地看着她。好漂亮的泡泡！一隻鳥人嘰嘰喳喳地說，謝謝，可是我怎麼下去？艾瑪緊張地問。戳破泡泡，鳥人建議道，我居然沒想到。艾瑪驚訝地說。他伸手想戳破泡泡，可是泡泡太滑了，他根本找不住。就在這時，一陣強風把它吹向一棵大樹，泡泡輕輕撞到樹枝上，啪！泡泡破了，艾瑪直接掉進了一堆柔軟的樹葉上。他站起來，拍拍身上的葉子，笑着說，這是我經歷過最瘋狂的泡泡之旅。從那天起，艾瑪決定以後只吹小泡泡，她暫時船不想再來一場飛上天的冒險。